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Jacob, whose love endures through generation. I know that you will keep your covenant.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oses, the one who opened up the ocean. I need you now to do the same thing for me.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ary, whose favor rests upon the lowly. I know with you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David, who made a shepherd boy courageous. I may not face Goliath, but I've got my own giants.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t's your faithfulness I stand on, Jesus. You heard your children then, you hear your children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nswered prayers back then, and you will answer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were providing then, you are providing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moved in power then, God moved in power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were a healer then, you are a healer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were a savior.
calling on the Holy Spirit. Almighty river, come fill me again. Come and fill me again. Come and 我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路耶和华，用真实虔诚的心心学路伊。我的心在浪中每天天天挂挂念，啊，我路敬拜来归耶。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路耶和华，用真实虔诚的心心学路伊。咱来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首先，咱来读一读圣经节，历代志下6章40节，咱做伙来读，请。我的上帝啊，恳求你为我看看，爱看听伫遮所献的祈祷。咱要来献上咱的祈祷。首先，咱要来做感恩、甲认罪的祈祷。咱所敬拜的天父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万权能的上帝。咱都用敬虔的心认家己的罪，咱才会使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甲天父上帝相结连。就咱来为着感谢甲认罪，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父，你传我是从我他甲父你结连落来关系。感谢主耶稣，你正在我的拯救，你提升大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大权能的上帝。但是因为你亲自来向阮来显现，阮做这世间人是无才调去找到上帝。我感谢你，唔来显明你家己，佮将耶稣基督你独生圣子献予阮，使阮做阮的拯救。感谢耶稣牺牲家己，用宝血甲你肉体来赦阮的罪，予阮会当甲天父上帝佮一家来结连。阮为着安尼献上阮的感谢，求主的圣神伫阮内底，求耶稣的宝血，搁一届洗清阮的罪，互阮伫主的面前，伫天父上帝面前，通啊勇敢无惊吓，来天父上帝，来搁一届的结连，安尼祈祷上国家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接着要来做医治甲头房的祈祷，咱甲主有好的关系。然后呢，咱就爱将家己献上予耶稣，从咱家己内面心、心灵，凡是咱伫世间中在吞打有一寡受伤，也是受到这世间的这价值观的影响，无合主的上帝的旨意的，咱求主来光照咱的心，求圣神伫咱内面，互咱有正直、正确的观念，会当用对的方法来甲主相结连，咱谦卑家己伫主面前，求主来医治咱的心灵，咱为着安尼来祈祷。主上帝，我为着阮个人的身体，都是信心，以及阮的力量来向主献上祈祷。主你真实的时阵，有一摆来听阮真实的祈祷，知影阮的软弱，也知影阮的需要，主求你真主来帮助你关心中的其他人，用阮的心，让我们信心。主来主来，来把你中的你代表的
即时，阮伫遮来三甲敬拜，求主你即时也医治阮的身躯白疼的，求你来医治，也阮的心神有一寡困乏，求主你的圣神来透放阮，互阮来到你的面前，会当因为你会听，互阮的内心会当软化。凡世间中有一寡甲阮互相有冲突的代志，互阮心内袂过去的，主求你用你属天的恩典、属天的听，互阮会当用耶稣基督的听来听这个世间的人，也用主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世间，看阮周围的人，互阮会当重新建立好的关系，安尼才做一家伙的人来荣光主上帝的名。阮为着安尼献上家己。求你来医治、透放阮，安尼祈祷上好主耶稣的名。阿门。接着，咱要来为着今仔日主日的礼拜来祈祷。好，要来为着今仔日的牧者，还有中级团队，还有所有敬拜服侍的同工，求主来保守、引带圣神来引带咱今仔日的礼拜，有主上帝甲咱三个地地有圣神的引带，互咱所有人讲的、听的，拢互相得到利益。咱也要为着今仔日有圣礼典，要加入咱的迦南教会新的这家人，为着伊来代祷，欢迎伊的加入，为来代祷。还有今仔这礼拜开始呢，有暑期的夏令营会，真侪少年这个青年的同工在当中，求主互因有气力，有好的口才，有圣神的同在。当伫营会中间引出这些细囝小朋友，爱当勇敢来为主做见证。为着今日是为着儿一区，就是幼儿区的来祷，求主赐福这幼儿甲因的父母心心灵勇壮，是大人会晓用圣经的话教养囡仔，互因行伫应该行的道路，就是到老嘛无偏离上帝的道。为着互儿童牧区通成做一个安全、温暖、参快乐的所在。借着老师的关怀、热情，甲囡仔做伙，会当亲像伫互伫天父的恩典内底。带领这囡仔呢，互咱接受耶稣，成做因的救主。互咱为着今仔日服侍，甲为着夏令营，为着幼儿区来祈祷。亲爱的兄弟，感谢你，为着阮同在，这是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求你诚心引出来。天父上帝，阮只是要为着今仔日的敬拜来祈祷，阮将我家己献上，求你圣神甲阮三个地地，阮过牧者的嘴，也互阮的执政的团队、中级，也阁有这服侍的人员，阮所摆上的、阮所献上的，主拢求你来祝福。为着阁续来这个礼拜有夏令营，求主你圣神引带你的关联。甲在服侍的青年三个地地，互阮的这个营会，通见证主，互阮要为实在无人为着幼儿区要来祈祷，求主你保守阮，凡在幼儿的小朋友，搁在父母，拢会当伫主的恩典内底平安长大，互主你的话、你的道，成做这囡仔甲父母一生的帮助。好，这儿童牧区，它成做一个温暖、安全的所在，来伫主的家里面一起来成长。为着安尼献上感谢祈祷，是奉靠主的名。最后，咱要用主祷文来三甲做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
光明、荣光，拢是你所有来说他的记在火车上睡着，被载到台中，所以他回来来不及。所以等一下见证。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称赞伊名的荣光，用赞美的话显明伊的荣光。这是请咱三甲来吟诗圣诗31首来学罗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天
请咱议员徛第三甲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这是我用敬畏甲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甲慈爱，因为你听世间人高享受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互一切信伊的、信你的，无到地灭亡，反倒得到永生。主啊，你的救赎恩典清楚显明你对阮无比真实的听，阮的心中敬畏和感动。主啊，虽然阮捌陷落伫罪中，甲你对敌背逆，无听你的话，总是你的听无离开阮。你用坚定不移的慈爱怜悯阮，赦免阮一切过犯，互阮定心得到快乐，通享受做你囝儿的身份。你的听无看阮的过去，只看主耶稣为着阮所成就的救恩。阮所仰望的主耶稣基督，你为着阮受定伫十字架顶，忍受痛苦，担当刑罚，为着要赦免阮的罪，将阮对黑暗中拯救出来。主耶稣，你的听是何等神圣，何等宝贵。愿阮的心日日会通互主你的听充满，愿阮的生命会当成做你荣光的见证。特别你的听是遐尼悬、长、宽、关深，超过阮人所会当测度。愿阮世间人都会当明白你的听的伟大。伫即个时阵，就来归向你，掠掉救恩的机会，求你来感动万民的心，互搁较侪人会当同心来到你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主，得到永远的生命。我要感谢你赐福伫阮今早起的圣礼典，互阮通过圣礼典纪念你为着阮所做的牺牲，互我会当伫你的恩典中间定心得到快乐，搁伫信仰的路程中间不断来向前。求你来帮助阮伫圣礼典中间，搁一摆深刻体会你的听甲你的救赎，搁将即款的恩典分享互阮四周围的人。主啊，愿你的慈爱来启蒙阮，愿你的恩典来更新阮，愿你的救恩临到搁较侪世上的灵魂，愿阮的心灵时常甲你相交陪，互阮会当伫你的同在中间得到安息甲快乐。求你来引带阮的脚步，互阮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都会当活出你的旨意，搁伫你的光明中来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命。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谢谢。这时咱要三甲来启用启文第9，就是对诗篇第24篇来的启文第9。第甲第章的万米拢属上主。世界甲踮伫遐的话语嘛拢属于伊甲地放伫大海顶面，将地基下伫深海。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啥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的咒诅的人。这款人为受上主祝福。上帝要拯救伊，宣判伊无罪的。这款人祈求上主，到雅各的上帝面前来标记伊。啥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最声，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是强国勇的上主。最声，伊是必战必胜的上主。啥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是万军的统治上主。伊是荣耀的君王。只是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学了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是主啊，因带我。
咱要三个来读圣经，上帝话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第25章第18节到22节。圣经新约使徒行传25章18节到22节。阮过徛起来控告，毋过所过的无一项是我所想的遐尼歹。伊甲伊争论的是因家己的宗教问题，以及一个叫做耶稣的人的代志。伊已经死，毋过保罗主张伊邀地我。这个问题我毋知着安怎调查，所以问保罗看愿意上耶路撒冷，伫遐为着这个代志受审判啊无？毋过保罗请求继续甲伊扣留，听候皇帝裁决。所以我命令甲伊扣留到送交予皇帝。阿基帕甲菲斯都讲，我家己嘛爱听即个人讲话。菲斯都讲，明仔你会当听伊讲。下面咱要见证的是张玉明牧师吼，伊伫过去几年中间，逐年暑假拢带领一直变台湾的团队将即个青年对美国带到台湾，然后伫台湾来宣教吼。伫过去即礼拜，伊也伫咱的中间，伫咱的教会来训练，昨已经将这个青年分派到伫台湾各所在去宣教吼。因为伫赶倒来的路程中间，目前还阁伫路程中间啦吼，所以咱请陈牧师来替伊讲。好，大家平安。拄则8:56哦，接到张玉明牧师的电话哦。好，礼拜要开始进前，伊讲伊即马伫新自强号顶悬，好，伊早时6点对淡水出发，好，要坐火车来咱桃园。好，但是因为即礼拜哦，即2礼拜伤忝，伊伫火车顶悬困去，目睭闭紧的时阵讲下一站台中，所以伊讲伊即马算遐坐到遮来的时阵，差不多12点，到台中佫转来到遮差不多12点半安尼。好，总是这嘛是上帝的意思啦，好，是张牧师的损失，不是我们大家的损失啊。啊，咱实在是看去张玉明牧师啊，因即个团队。好，伫台湾对2004年，好就开始来到伫台北，然后伊将美国遮个青少年，好每一档拢带转来台湾做底选，好用2礼拜时间，好甚至伊拢是带美国人的青少年，好最近真侪遮个华人台湾人，也是大陆遮个后代、第2代、第3代，好因会当来参与伫即个短宣的中间啦。特别张玉明牧师，好，我来甲伊邀请的时阵讲，你来迦南教会10几年啊，好，有没有在主日跟大家见过面，打个声招呼的？伊讲是有分享，伊讲从来没有。我讲那你可以来讲到，你这次有没有时间？好，讲他的时间就只有7月6号，就只有今天，好，因为下礼拜他去印尼，还要去印尼短宣，好再回来然后就要再回美国开课。好，所以讲安尼太好了，7月6号，好，就无你袂赴来讲道，无你就见证分享啊，总是好，即个时间好嘛是袂当拄好，不过伫拜3的时阵，伊伫咱的基督会333祷告会，好已经有做一摆分享，我相信咱若有现场来参加，还是参加听到兄弟，好相信对即个张元牧师伊所分享的受到真大的感动。好，伊来分享就是伫对即个使徒行传，保罗传福音，将即个福音对耶路撒冷带到伫即个欧洲的所在，伊嘛带到伫即个腓立比，特别腓立比，通过腓立比书，伊来看到腓立比教会，对伊来讲就亲像是迦南教会啊，好，所以伊用即个腓立比书内底的内容，讲腓立比教会对保罗伫宣教顶悬的事工呢，伊。献上感谢，因为真侪教会，拢袂当来亲像腓立比教会来接纳保罗甲伊的团队，总是腓立比教会对开始的头一天，到保罗伫写腓立比书伫加甲的时阵，拢一直在支持，因遮的宣教的事工，伊来讲起着伫咱迦南教会，对2000
我的印象是2008年还是2009年就开始，咱来接待这个 event， 是通过这个龙德兄甲李玉杰，伊在介绍讲有这个加拿大医生要来，然后伊就来介绍，因熟悉讲因拢来做底选。迄阵 event 台湾已经做超4年左右啊，但是拄拄听到讲，因拢是用中华一个张师大的教授的厝来做这个训练的所在，开放伊的厝，伊的厝嘛介大间，但是嘛无比教会大间，但是就安尼，有时阵一工就要来回中华桃园机场来回4趟，来回走4转。所以迄阵题目书听到讲，咱嘉南教会伫桃园机场非常的近，而且咱教会也阁有遮个设备，有遮个场地，真欢迎因来使用，就安尼对，应该是2008年，还是09年就开始一直到当，安尼时间已经15年，15年左右的时间过去啊，而且。伊讲真侪教会拢是真顾家己啦。我若要接待遮个人，若是要接待遮个事工，安尼对我的教会有啥物款的帮助？对我的教会人数有增加无？非常在意这个 number， 这个 membership， 这个数目。甚至有的教会真底就是讲，你来，互阮是带互阮有较方便，还是互阮真无方便？甚至对这个教会空间的使用，这个张伟民牧师讲，伊嘛捌聚集其他的所在教会，众信呢，伊刚刚讲，嘉南教会从开始接纳他们一直到现在，不管是地牧师还是游牧师，一直到当，伊拢感觉，嘉南教会遮个同工，特别遮个中级，对因的关心甲参与，甚至过去开始的时阵。咱是动员咱教会兄弟姊妹大家来煮饭帮他们煮爱餐，煮中昼顿甲煮暗顿，因拢印象铭记在心这个代志已经真久我拢袂记得但是张牧师在提起时阵，讲真正过去咱的教会就是安尼来甲因支持。第二个伊就讲这个保罗对腓立比书中间，对这个教会所要表达的，就是通过因的付出。这个教会付出是因为对上帝疼，所以伊嘛感谢咱嘉南教会。我来代表张玉民牧师来谢谢嘉南教会。所以我的头脑有时候会转过来我要好，一定大家听得懂啦。好，也代表代表这个 event 感谢咱嘉南教会因为咱的教会通过安尼10几年来的这个聚集，真正是来。看见咱的教会的兄弟姊妹，真正是听上帝的教会伫哥林多后书第8章，讲当这教会有欠缺有需要时阵，总是呢，咱的教会有缘来帮助，甚至来支持。伊也讲几啊项，这几啊项就是因是感谢咱嘉南教会来为着因过去安尼来煮食煮饭，来摒灶骹，互因迄阵人数上济时阵。将近是要200人，将近200人，毋知大家也会记得吧？常常但年拢150个、160个，最多佮加上一些志工妈妈200个人。迄阵咱咧办的夏令营也是快要200个人，所以迄阵暑假真无闲。但是即马疫情了后，人数较少，但是嘛得慢慢爱佮慢慢增加。但是200人要食中昼，佮食暗顿，佮食拜一到拜五。所以咱的教会安尼来为因煮食，因感觉非常的感谢。第二项，伊嘛感谢咱的教会，互因有洗身躯的所在。因来遮大的头1年，咱教会高楼还未搭这个便所，不是便所浴室还没有盖这个浴室，所以迄阵呢，地牧师就想到一招，讲隔壁桃园教会他们有很多的浴室。所以因就建议讲，你们要每天要洗澡的时候呢，就分梯次。所以张牧师讲，就看到100-200个人，从嘉南教会走到桃园教会，拿着浴巾，拎着洗澡的盥洗用品，安尼在散步在行路，对他来讲印象很深但是咱无经历，所以咱唔知影。但是尾啊，讲安尼唔是办法，所以迄阵教会有关于讲要伫高楼。来盖这个4间的浴室，所以接下来10几年，都非常的方便互因当洗身躯，因为因来真正因一来到嘉南教会，大家人都是满身大汗规日大粒汗、细粒汗，因在美国迄个所在，甲加拿大气候非常的好，干燥，
好，所以不容易流汗。1年里面，除非你去健身房，你才有机会流汗，无你真正无什么机会流汗。好，但是呢，因来到台湾下飞机，好都不用做什么，就开始怎样，一直流汗，一直流汗。好，所以每一个人来，好，规个东西满头是汗。好，所以他们很需要洗澡，一缸洗一盖嘛无够。好，他们走去桃园教会洗澡回来之后怎么样？又想要再去洗澡了，这样子。好，就按那一直洗袂了，洗袂了。但是呢，好，有了这个浴室之后，好，他们非常的感恩，好，他们只要从睡觉的6楼、7楼坐电梯到8楼上去洗澡，好，所以这是他们铭记在心。好，第三，好，就是互因有困的所在，好，其实因拢困什么？困地板啊，好，他们短宣的家长说，他们可不可以去住旅馆？可不可以去找民宿？好，当然一方面要找民宿人住这么多，好，一方面好又要离训练地方近，好，但是张牧师他这次的分享嘛，我条条讲他是刻意的，好，在短宣队好爱因来困地板，好，就是讲因过来好，伫遮集训了后，伊要有的去中华、去淡水、去高雄、去台东，好，有的有去台东、去台南，好，有的去印尼，每一人去无共款的所在，迄个困的条件好，检测袂比较较舒适。所以就是，互因一开始来就困迄个上硬斗的，困地板，但是过去我们的6楼，这个还睡起来还不错，所以迄阵咱的教会嘛，甲因买这瑜伽垫，买将近买200地瑜伽垫，所以互因毋免早这的睡垫来，因即马嘛处理掉足好，就是因拢伫遮来订即个睡袋，即摆睡袋工厂真俗。好，一粒睡袋几百块，好，就当来用啊，好，所以拢每一人分一粒新的睡袋，好，但是睡垫，好，甲困教会，好，拢是伫咱即个所在。伊嘛感谢嘉南教会，好 event， 好有敬拜上帝的所在，好，即个 event， 好，因咧每一届因咧聚会，好，拢大概爱用20几分到半点钟，好，来唱歌咧敬拜，好，因虽讲唱的歌拢真简单，好，但是你当看到遮个青年。因每一摆敬拜是非常的热情，是一个出于对上帝一个真大的一个疼。拜三祈祷会阵，有请这 event 的同工来分组，甲咱教会兄弟短宣，下令同工分组，所以20岁以下的站起来，结果呢内底50几个，大概有将近40个都20岁以下，所以因拢是非常的年轻，就来做福音的事工。好，所以因为安尼会当来自家真来投入伫即个敬拜所在，甚至因嘛感谢嘉南教会和 event 有即个训练的所在，会当伫即个所在有即个6楼的教室、7楼的教室，加即个2楼的礼拜堂来做使用啊。所以因非常的感恩，因为咱的教会将因上介大的困难拢排解。甚至伊嘛感谢，咱甲因安排这交通，要送因去达所在，村庄，就有一台车去高雄，然后搁一台车去中华，然后搁剩的，就是爱赶行李坐火车去到伫淡水，昨天是分3梯次哦，总是过去几年的时间，教会拢甲因安排这交通。所以，可以当真专心，伫即个所在，嘛真感谢，就是因互咱的教会当真做，在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到台湾，来做短宣、做宣教，大概有一半都是第一次来到台湾。因对台湾谁做什么款，拢无什么印象，但是因对桃园机场来到台湾的第一站就是嘉南教会，让他们对台湾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可能检测过去的所在。有的是庄脚，有的是偏乡，有的是学校，有的可能是爱困伫教会礼拜等，但是呢，至少他们来到台湾，透过嘉南教会，好像菲律比一样，保罗去到了欧洲的第一站，在菲律比建立了教会，和保罗伊伫传福音的路上，非常好。所以最后伊引用腓立比书讲：上帝欢喜祝福这听上帝的人。好，所以接下来传福音的人，他们非常的爱上帝，但是我们接纳他们，或是我们款待他们、招待他们，也是爱上帝，上帝拢会大大来祝福。好，所以伊用这张相片是2011年2011年，是这个 event 的时阵，迄阵咱的教会青年嘛，甲因做伙去参加，跟他们一起出去短宣，迄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
因为我们的青年去了之后回来之后，发现加辛苦呢，很累，这个所以就没有第二次了，就没有第二次。红色是我们迦南教会的青年，蓝色呢是这个 Aven 从美国加拿大回来的青年啊。迄阵大家在出发，要伫这个所在来拍照，一过就已经14年，14年的时间过去。每一次他们去到校园，他们都会统计，那时候在疫情之前，一年一个暑假2个礼拜，大概会有多少个学生？他们都是去学校，不是去教会，他们都是联络好了，在学校。今年落来，一个暑假有多少学生决志呢？大概都是2000个学生决志，最多曾经到快4000个学生。就在2个礼拜当中，2礼拜到3个礼拜当中，他们呢100多个人接触了2000到4000个学生，而且那个决志的比率非常的高。张玉明牧师在分享说，伊来到对美国来到台湾，他们并不是要增加他们在美国教会的人数，因为讲伊安尼做10几年。他们教会的会友的人数的增长，跟他们来这边台湾短宣，都没有关系。这么多人决志，10几年下来，好几万的学生决志，都没有一个跑去他们的教会做礼拜，也没有一个跑去他们的教会受洗 ，0零啊，拢无半的。但是因为什么要继续安尼做？因为伊知影这是上帝互因的呼召，上帝互因的感动，所以。为什么叫做 Aven？ 头一届伊来时，我嘛甲伊问，为什么你们叫做 Aven？Aven 就是代降节，就是降临，所以 Aven 这个字，是教会的专有名词，就是讲耶稣基督过来，耶稣基督过来，所以 Aven 台湾，就是耶稣基督过来倒位。台湾，耶稣要过来台湾，所以牧师伫讲道中间常常在分享，这个牧师陈牧师，160年前，耶稣基督通过这个宣教书将福音带来台湾，咱即个去环岛嘛，看到400年前，上帝通过这个荷兰这个宣教书嘛，将福音，至少有一本马太福音的这个新港文留在台湾，证明400年前福音就已经传到了台湾。但是这拢无够，咱上界要紧的，就是要期待耶稣基督伊过来时，所以叫做 Aven 台湾。讲咱的教会，用上帝互咱这温顺，上帝互咱会当伫中华路有这栋大楼，这栋大楼今年8站楼，今年就要40年，这栋大楼起好安尼40天的时间，会当做福音的时间。虽然咱无出去外口宣教，虽然咱无去到伫外口，但是这个大楼会当来接待这 Aven 台湾，或者美国、加拿大的学生，会当伫这个所在做真好的训练，所以因出去传福音，会当真有效率，会当伫校园能够去到校园，能够带领这些的国中生、高中生。能够来决志信耶稣，虽然他们信耶稣之后，他们会把名单转给当地的教会，至于教会有没有跟进，教会有没有继续关心，这就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只负责去亚经济，去亚经济，所以保罗也说，这个亚波罗撒种，保罗浇灌，彼得浇灌，但是呢，叫他生长的是谁？是上帝，只有上帝让叫这的人会当来大长。所以伊嘛感觉中华，过去是一个足迷信，中华过去是一个安尼，足侪的庙事，对中华，这个八卦山顶悬的山顶的大佛，然后到这个中华市内，几啊百间的这个庙事，一直到海边的鹿港，但是伊感觉，这几年来，中华的这个属灵的气氛怎样？无共款，即马去到伫中华，会当感觉中华的教会，包括中华的基督教的病院，还有教会底下所做事工，真正改变中华市，即个台湾中部，过去真要紧的即个所在有真大的转变，所以伊嘛欢迎咱，咱的家人教会兄弟。这2礼拜若有时间，买当去到因伫中华是淡水，也是高雄，这个 mission 的所在，当去看、去参观、去了解。伊讲因的教会，过去因是租人的一个细细的所在，但是这10几年因来做这个 Aven 台湾宣教的事工，上帝也祝福因的教会，伊的教会叫做 Bread of Life。
Great Park Church， 就是大公园灵粮堂，大公园灵粮堂。这个教会我有去，迄阵伊才拄标落来，刚好标到的那一年，伊本来是一个商业一个办公室，结果因就有信心，因教会嘛才100-200人，超200人，他们就买下这一栋 building， 偌济呢？300万美金，300万美金，200多个人买300万美金的 building 当然爱贷款贷真多，即马还阁咧排这个贷款。但是呢，讲这上帝嘛是赏赐互因得一直将伊的教会人力资源，拢咧做这个福音的事工。但是上帝呢嘛愈祝福因互因会当买这个这差不多应该是有300-400坪2楼就有他们2楼是礼拜堂，1楼是办公室300-400坪的所在停车位大概有100多个停车位外口的所在。伊讲这是上帝赏赐阁有这道嘛有来是这个亚特兰大灵粮堂这牧师甲青年因嘛有对咧来。亚特兰大灵粮堂因嘛拄买一个新的礼拜堂嘛是伫这个相片，这个我就唔捌去过还没有去看过但是亚特兰大嘛是一个大都市，嘛是一个大所在在这个亚特兰大这个全美不知道是第3大还是第几大的机场要伫这个所在要建筑原来真无简单。伊互咱看去讲，当教会做事工、做宣教，教会行出去，教会袂空空，教会行出去，上帝真正是愈赏赐愈济所以这是张牧师伊的见证分享。伊嘛回顾讲，遮个真侪 A 面的同工过去拄来时阵是国中生、高中生。即马呢，对第1届、第2届，即马已经拢出社会，因嘛是拢得到上帝祝福，所以伊伫遮来鼓励咱，就是咱爱继续来参与伫即个宣教的中间，宣教的当中，不管咱是接待也好，还是咱本身去也好，伊讲美国人在做宣教，因是开几啊万的美金，去宣教，咧浩浩荡荡，阵容庞大。结果出去宣教，回来以后，信主的人呢，只有寥寥可数，无几个。但是因讲，因是用这个台湾的精神，用上少的 budget，用上困苦的方式，但是也当带来最大的效益我想这也是伊要互咱的一段的分享甲见证。所以这是张牧师的分享。咱伫遮嘛用普话写来感谢张牧师，因的短宣的辛苦。所以我相信明年因会继续搁努力搁拍拼，但是咱唔知影这会当继续搁做几年因为张玉明牧师原来嘛袂少岁原来嘛是60-70岁所以伊嘛年纪愈来愈大这个事工这个工课，他们的夫妻真正很辛苦因为伊嘛住伫八楼我甲因这2年安尼甲因伫八楼安尼看因，若是早时嘛无闲，暗时嘛无闲，无孙娘陪这囡仔，有时候还要辅导他们，然后还要带家长真正是无闲叱咤但是因翁某拢非常的忠心的摆上也愿上帝来祝福今日牧师的讲道剩4分钟因为咱小人阁有新礼典我要通过这个来数道行传继续来甲咱大家来分享。就是数道行传，互咱看去，咱现代的社会，咱拢真爱环游世界。但是咱在环游世界中间，咱有可能通过这个机会来向全世界来做见证无？我相信咱每一当真侪人都不断咧出国，也是趁少年会当出国，就要去达所在。但是咱出国，咱是毋是愿意来去为耶稣来做见证？数道行传今咱所读这段圣经，亲像这是马街伊的宿舍牧师馆，叫做什么？淡水白宫，有没有去过？去年我们59周年就让我去参观非常的水。但是一个马街一段就在淡水的白宫，伊敢有可能去到伫华盛顿的白宫，去那边传福音做见证人。这就是保罗的故事。保罗好像就是从淡水白宫的一位牧师。但是他去了全世界最强的罗马，到罗马要向罗马皇帝来做见证，因为伫数道行传第9章15节，咱做伙来读。主对阿拿尼亚讲：“你去，伊是我拣选的器具，要对外邦人、君王甲以色列人宣扬我的名，
保罗一直会记得上帝互有这个感动，伊毋是只有带外邦人，伊阁爱带君王、带以色列人。所以保罗安怎向外邦人来做见证？伊对耶路撒冷到安提阿，甚至溜到这个欧洲到哥林多，一直到最后去到伫罗马。伊就是上帝引带伊的脚步，通过3摆报道旅行，甲第4摆上乖家，然后也当去到伫罗马，要来甲罗马的皇帝来做见证。伊直将福音来传出去。那么看见伊来向君王做见证，对一开始是伫即个塞浦路斯岛的即个省长来做见证，然后伊去到伫即个菲律宾，向菲律宾的市长来见证，伊是传教者。伊嘛伫以弗所向以弗所的书记官，知影伊伫遮来传福音，甚至伊等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向霸总、千夫长、千总毋是霸总，千夫长，嘛向遐总督腓力斯，甲第二日的总督，即个菲斯都，甚至个犹大王，即个即个亚基帕王，拢来见证即个福音，一直到最后，伊有机会去到伫即个罗马。那我们知道保罗最后是不是有见到罗马当时的皇帝是谁？尼禄皇帝。那我们知道保罗最后有没有见到尼禄皇帝？但是我们透过路加福音，透过使徒行传，提阿非罗大人，这一卷书的收信人，知道这个人的来头不小，所以路加特别写进两本册，要来为保罗来做辩护和见证。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文件。保罗伊嘛向犹太人来做见证，伊去到伊的传福音拢是去犹太人的会堂，所以我甲标上的这些地点都是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去过的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的中间拢是来宣讲神的道，但是受到阻挡，伊用2年的时间，伫以弗所的推拉努学堂，伫遐甲人来辩论，甲特别是甲犹太人来辩论。等伊第3摆报道转来到伫耶路撒冷时，伊伫圣殿的中间叫人掠起来。但是呢，咱看去颠倒是耶路撒冷一开始派出去的所在，这犹太人，因是拒绝上帝道，拒绝耶稣，所以总是伊该拒绝，但是耶稣嘛甲去按到了。耶稣嘛甲伊讲，说使徒行传第23章11节，咱做伙读。迄暝，主徛伫保罗的身边讲：“着勇敢，你已经为伫耶路撒冷，为着我做见证，嘛一直着伫罗马，为着我做见证。”这是咱早起所读的经节。当保罗伫上危险、上艰苦，感觉可能绝望，伊爱死伫即个所在时，但是上帝拍开伊的心，互伊看见讲。你毋是只有要死伫即个所在，你爱去到伫即个世界中心，就是去到伫即个罗马。所以这2个点，紫色的是耶路撒冷，红色的是罗马。保罗花了30年，伊用30年的时间，伊将福音安尼一道道传到伫即个罗马。但是到罗马，这就是他的阶段性的任务。阶段性的任务就是福音也通过罗马甲罗马帝国，将开始将即个福音放送到伫全世界2000年一直到今，所以为什么这马街来到伫淡水，马雅国来到伫打狗，拢是因为这个福音对罗马来传出来。总是今仔日咱爱继续向外邦人来传福音，因为这外邦人就是甲咱语言文化无共款的人。咱嘛爱继续向君王来传福音，这君王就是伫政治上、伫政党、政权顶悬检采是敌对不一样，但是咱嘛爱。有聪明智慧来向这政治人物，向咱的官长、市长，向咱的这个总督，向咱的总统来传福音。咱嘛爱继续来向什么人传福音？犹太人来传福音，因为犹太人因把握精通旧约，但是因对神约无了解。但是咱通过耶稣，咱当对神约等来了解，帮助因来了解旧约，迄位上帝。伊是一个听公义主的上帝，是一个欢喜将祝福赐予万邦甲万族的人。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将今日的经句搁读一解。主对阿拿尼亚讲：“你去，伊是我拣选的器具，要伫外邦人、君王以及以色列人宣扬我的名。”咱做伙来吟这首的信息。
信息170首，请咱起立，家己转首。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爸爸上帝，愿感谢你差遣 AVN 台湾对2004年21年前就来到台湾传福音。愿迦南教会有这个福分会当参与伫这个 AVN 台湾欢迎主耶稣过来的这个宣告事工的中间，也愿上帝祝福每一位传福音的人，因的脚步会当向外邦人、向君王、向犹太人来为主耶稣最干净，直到耶稣基督过来。愿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好，大荧幕请收上去，请坐。咱这时阵要来举行圣礼典，咱大心要来举行的是心灵洗礼。咱今日有一位心灵的洗礼是真繁茂弟兄，请咱做伙来，请繁茂弟兄来到台前，咱做伙来念354首的第1节甲第2节。花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当耶稣对死过活了后，也会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所有权柄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核心，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今仔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是因来遵守。搁我日日甲恁指定到世界的路尾。伫5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听到有人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互恁的罪赦免，搁受信心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啊咱的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人。亲像迄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当我要来对恁讲，恁就是繁茂弟兄，你着爱深信，你若真实反悔，搁被你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
这个信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信神得到的顶头生来连接伫基督。真烦恼弟兄，当你要受洗礼，你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来告白你的信仰，也要来应答牧师所要问的问题。头一个，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信神做你的保惠师，有啊无？你有信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有啊无？你着我靠上帝恩典进入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道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有啊无？先来到伫台前。好，小等请咱做伙来讲阿门。请你跪在这个垫子上面。真烦恼弟兄，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好，请起立，请回。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诚信，佮愿你的神、甲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通得到保全，无通嫌。真烦恼，你已经告白你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信约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信礼典接纳你的囝烦恼弟兄伫你的教会嘉南教会，愿你祝福伊，也用你的信心降落伫烦恼上的顶面来坚固伊。也用恩典赏赐伊，互伊结连伫主，来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当伊拄着试探的时，求你保护伊，互伊会当为信仰真正好的真正。也愿你的气力扶持伊的软弱，保守伊安稳伫你的听，搁互伊一世人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互阮大人对今日参与伫即个信礼典了后，也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也赦免阮。当阮离开你的路，也是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求你互阮会当完全的反悔，带阮倒转归伫你，对待了后，会搁较做你尽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阿门。好，咱小等家做伙加入，好，咱先请烦恼兄回座。所以咱要来举行的是坚信礼，好，今日咱有一位的坚信礼，是黄于安，好，请于安来到台前，咱做伙来唱354首的第30。三位一体，下来你又下来，虽然清醒心不宁，做个天公办好心。主所听的于安黄于安，你细汉的时已经受洗礼。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就是迦南教会的会友，属伫上帝。上帝恩典已经甲你中代成人。那于安，你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来承认你的父母替你告别的信仰，来归属伊，献家己予伊，也要重新立誓、重新誓约，要服侍伊。咱的主耶稣有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耶稣嘛要伫天你的爸面前来认咱，所以牧师劝勉于安，就要告别你的信仰，伫上帝甲众人面前诚实来应答牧师所要问的问题。头一个，黄于安，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信神做你的保惠师，有啊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赦免，有啊无？你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道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有啊无？黄于安，你细汉已经受洗，即时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我靠教会的头，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
咱搁一摆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起造你的教会踮伫地上，搁应允要保守教会到落尾。阮感谢你对余安细囝，伊就失落伫伊身上的恩典，也感谢你今日教会接纳伊来求群上帝。阮也感谢你通过余安伊的小儿细粒甲坚信力，互伊当有份伫耶稣基督的体。我也感谢你，你要继续来培养余安伊的信仰，互伊的生活得到帮助。也恳求你赦免伊拢总的罪，也即时奉献家己互你，求你用你的恩典接纳余安，也等余安就近你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的身躯甲保护时，求你也互伊会当得到你的疼，有份伫你的恩典。主啊，求你用对顶面来的能力保守余安，互余安会当永远甲伊的全家会当永远属伫你，日日伫信心的引带来进步，到伫你永远的国的内面。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余安请坐，咱继续要来做信仰的个别。咱今日有5位的信仰个别啦，分别是即个。雪芬、显如、诱人、君香甲英豪，好，咱来引信息的354首的第4集，也请伊来到伫台前。上帝名有水泪抗议，表明定是更多难行，面对信心顺体化道，熊熊交友。咱有一位诱人啊，李诱人啊，伊毋是坐自强号坐到台中，总是伊伊毋知影讲今日爱来，因为伊昨有来问道咧，问道理，昨嘛有参加青年礼拜，有领圣餐，他不晓得，他没有听清楚啊，所以今天没有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依然也是在这边来宣布啊，钱雪芬、邱显如、李诱人、陈君香、吴英豪。恁拢已经来接受洗礼，也已经伫主的内面来领受圣餐。当恁对恁原来洗礼教会要来签刷恁的会员，来到伫迦南教会，所以这个时阵要来邀请恁，甲咱迦南教会所有兄弟做伙要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来个别恁的信仰，咱做伙来读。阮是都。创造统治人甲万民的独一的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第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搁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稳伫本地，认同所有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五万的记号。愿信咱对上帝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因跟上帝。愿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各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误用这的文字。破坏人万米甲上帝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放，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
伫基督真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真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好啊，我接着是。请你们4位来到台上，好，然后向后转，好，牧师要这时好要来介绍，虽然介绍了，好，再要来请小会员，好，做伙来接纳了，再搁做伙来翕这个合照，好，但是呢，我就照这个顶头的这个顺序啊，雪芬，好，钱雪芬，好，伊是第2016年，好，在台北的合一基督教会来受洗。好，伊过去有10几年的时间伫马街病院来做志工，好，总是伊来到搬来桃园了，他到这个桃园荣总，好来做志工，好，然后嘛有机会找到来咱迦南教会的生命教育协会做志工，好，伫这段中间，好，伊嘛参与伫咱教会，好，所以咱伫这个所在来接纳钱雪芬姐妹，好，做咱的会员，咱拍婆来欢迎雪芬。第2位要来介绍的是邱显如啊，好，这个显如弟兄，好，伊是1988年啊，上个世纪啊，在这个浸信会怀恩堂，好，就是在台大对面这个怀恩堂周年华教会牧师的教会啊，好，在那边来受浸受洗啊，好，伊是艋舺人，好，总是因为头路啊。以及这个桃园的炼油厂，好，100年开始伫遮咧上班，好，所以伊即马是租厝在桃园啊，好，伊是台大化学研究所毕业高材生啊，好，伊是对2022年就来到伫咱迦南教会，好，那前后已经来了将近快要3年的时间了，好，那么伫这个所在来拍婆来欢迎邱显如弟兄。那李佑仁弟兄呢？好，他昨天晚上，好，昨天有来，好，也有面谈，也有问道理，也有参与在昨天的礼拜啊。他是2024年8月4号，好，在新生命小组教会由顾启云牧师来受洗，好，因为他是桃园人，好，他是大有国中的毕业生，好，也曾经上过我们生命教育的课程。他在新生命教会认识新生命小组教会认识迦南教会的一位弟兄张玉敏呢，好，就介绍他来到迦南教会，所以佑仁是在去年的10月份，好，就开始来到迦南教会，好，也在今年的7月份把他的会籍，好在信仰告白，然后成为我们迦南教会的一员们，在这边也拍手欢迎李佑仁。接下来介绍的是陈君香姐妹啊，好，君香姐呢，好。可能我们对她比较不熟，好，但是对她的先生就很熟，好，她的先生是这张瑞哲，好，瑞哲兄啊，好，那君香姐呢是在2002年的12月，好，在双和礼拜堂来受洗啊，好，那她也已经来到也是因为搬家，好，来到桃园，好，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好，那他们也很有爱心啊，从民国108年就开始来做这个寄养家庭的工作，寄养家庭，好，来照顾这些好0到3岁，好0到3岁没有父母亲或是父母亲没有办法照顾，好，所以他们前后从108年、2019年到现在6年多，已经照顾了将近10个孩子啊，好，目前还有3个孩子在带养，好，所以非常的感谢主，好，那我们在这边也拍手来欢迎君香姐。那我要在这边，我们有信仰告白的礼物吗？对，好，我都很想要赶快下班了，因为事情太多，但是还久，下班可能耶稣基督再来。好，英豪兄呢？好，英豪他是在2021年的5月12号，在澎湖浸信会来受洗啊。好，澎湖浸信会，好，那他是因为就读屏科大，所以去到澎湖的海生馆哦，去那边来实习。好，那这个英豪呢，他到教会过程呢很特别哈，都是上帝带领他。好，那他来到迦南教会也很特别，好，就是他要去垫脚石，他不晓得垫脚石是只有卖文具没有卖书，好，他就跑来垫脚石要买参考书，结果没有买到，回来的时候头有点痛，就一转头，好，发现旁边有一间教会，好，他就注意到迦南教会，所以从2023年的时候，好，他就开始来到迦南教会啊，好，那他也
是家中的独子哦。好，那也为英豪来代祷，好，让他也能够早日带领他的全家人都会来信主。我们在这边也来拍手欢迎英豪。那这时候我们请这个赠送礼物啊，好，有吗？在哪里？好，我们请那我们就请区长、小组长们来代表教会来赠送礼物，好，给这些信仰告白的弟兄姐妹们，好，我们拍手来欢迎他们。好，那接下来是坚信礼黄于安，好，那4位请留步等一下拍合照，那请于安也上台于安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谁吗？是谁？黄志香跟简绿玲好，那于安呢也是从小就在迦南教会，好，那他的姐姐是这个突然黄于乔，于乔也现在都有在教会好，那于安他在去年12月已经结婚，好，那他的太太玉婷今天玉婷有来吗？在楼上好，这个月在玉婷在上面，好，这个月即将要生产好，所以我们多喜临门娶某要搁结婚，好，搁要做老爸，即马搁会当领圣餐，你觉得哪个祝福最大？都很大，好，都很大，好，所以咱来恭喜于安，咱拍拍来给他恭喜。好，最后要介绍的是我们今天成人洗礼的曾繁茂弟兄好，繁茂兄刚才他可能来迦南教会很多次好，因为他2018年好，就是7年前就来到迦南教会好，但是好，他非常低调好，那时候一来教会，拢是在意爸爸妈妈好，就是曾庆荣兄好，跟江秀銮姐好，在意爸爸妈妈好来教会做礼拜好，但是伊负责在，伊无负责做礼拜好，伊爸爸妈妈会当信主呢，好是30年前，好是阿姨因带因，好去到伫这个台北这个松山的门诺松江的门诺会好，所以这个信用30年前，好就是通给伊爸爸妈妈，好，但是因为繁茂兄伊有一阵时间，好伫大陆，好做这个厂长，好，伊过去是这个台达电的厂长好伫大陆爱管千几个员工好，压力非常的大，好，但是伊嘛足早就退休，50几岁就退休好，所以伊即马就是已经财务自由好，伊的爸爸好已经伫受主恩调6、7年前好，蒙主恩召。妈妈好，即马也伫咧96岁，好96岁。本来今日嘛要出来今日嘛要出来但是年纪太大好，所以今日繁茂兄伊的太太黄初锦初锦姐刚好来在那边然后他的儿子祥恩有没有来？祥恩祥恩现在是台大成大机械系大3的学生，然后还有繁茂的二姐曾丽玲丽玲，还有二姐的2个女儿也有来，好，我们请这个繁茂兄的家人请站起来好不好？还有大姨子有来吗？大姨有来从湖口来好，请从湖口来所以好，你们要送礼物好，那现在你们可以来送礼物好，我们来拍手来恭喜繁茂兄他的这个后援团阵容坚强好，全家人都来线上祝福好，那初锦跟祥恩也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但是我们也为他们全家人祷告好，在上帝里面都能够领受上帝恩典好，那请家人请坐。好，安尼咱这时阵就请咱的小会员来台顶好，咱来给手来接他。好，那请你们站在第一排站一排，往前站在第一排。好，恭喜没有手了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上帝祝福，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
好，我们大家好walk in 来拍个合照，求一个，好，脸要露出来。好，咱搁一摆拍拍来感恩恭喜，好，请回座。咱这个时阵要来举行圣餐，好，请咱这个来吟355首第1章，好，第1节我们唱2次。愿大主一甲主这道，专心就会听你的话，但愿明白主的临在，激动心灵的栽培，高兴的信仰故事，你关心来做模范。愿大主一甲主这道，专心来听你的话，但愿明白主的临在，激动心灵的栽培，提高心灵信仰故事，以关心来做模范。欢迎今仔上帝医教会的陪参者来3甲守主的圣餐。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是照保罗所讲。保罗讲。伊所对主领受也传互咱的，就是耶稣互人卖的迄暝有摕饼祝谢，对伊讲：迄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但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咱大心来感谢上帝。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审别阮，也审别遮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遮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惠。对你的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的约，伫我的名所设立的，恁今仔恁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时阵，咱要请长老来台前来服侍捧杯甲分饼。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在
咱摕到主的杯甲主的饼的时阵，来当先伫手头来做一个祈祷，搁一摆来感谢主互咱的恩典，感谢伊为着咱的罪，定死伫十字架，留伊的血来赦免咱一切误会。咱也恳求主将天顶的性命活命带互咱，互咱来领受这个对天来的恩典，领受对天来的异象，互咱看见咱人生毋是只有在世，咱所要去到的是一个伫天顶永远的家乡，是一个新的天、新的地，是一个袂震动、袂震动的国，是上帝的城。如果咱的身躯有欠缺，拄着病痛，也是艰苦，伫这个时，我也要邀请你为着家己的身体病痛艰苦来祈祷，也是咱的亲人朋友身躯拄着病痛，身躯亚神亚烂，咱嘛会当为因来祈祷，求主耶稣的保护当来抓查，来医治伊，来赦免伊，来拯救伊，互伊会当对病痛艰苦的中间得到拯救。因为耶稣就是救主，耶稣就是基督，耶稣是要来拯救世间的人。请咱安静伫主的面前来向主来祈祷。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要行安尼来纪念我。耶稣佫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名所设立的，今仔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有啥物人还未领到圣餐的无？如果你已经有洗礼还未领到的，请你举手，咱会当讲，中路会将这个圣餐分予你。多谢。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要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恁就要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要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来领受。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名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阵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
恁大概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请咱做伙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主上帝，对你极大的疼，互阮咱领受你的圣餐，也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搁互阮通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因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待以后会通因跟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这时阵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甲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嘛，请你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阮伫天灵的爸，感谢你赏赐阮这礼拜的平安甲稳定，也感谢你的圣灵伫过去的日子扶持阮，甲阮同在。我嘛为着教会所有的服侍，献上阮的祈祷，求你继续保守永传干那教会未来的日子。答阮献上阮的金钱、时间、才能，求主接纳，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请坐。这是咱请考书生长老来报告。那个大荧幕请放下来，好，大荧幕。报告台先，咱先来欢迎接受第一届哈，来甲咱中间做礼拜的兄弟。那无咱今仔有真济吼，迄个受洗礼哈，迄个家庭哈，还是朋友哈，请咱做起来，互咱甲你欢迎一下哈。来，是这个樊茂兄也出来人，好，我们踏跑来欢迎您，欢迎你们。好，来，请坐。好，咱伫搁刷出来8月吼，8月9号甲8月16号2个礼拜六，早起是9点，甲下晡是5点，伫咱的新堂吼有举行台湾领袖高峰会，吼桃园橄榄场的开放场。OK， 啊，这部分呢，要请嘉生长老来做补充报告。牧师、刘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我简单甲大家报告吼，就是这个会议吼。
自8月9號到16號，吼，咱伫教會拜六有舉辦2天的時間，吼。啊，我報告的目的就是講，互大家更較了解這個課程，吼。所以我有做一張 PPT 互大家看，吼。下一頁，就是這張吼。啊，希望大家趕緊來報名。啊，因為名額剩25名爾，吼。啊，就是講，牧師是希望講阮來分享啦，吼啊。但是我想講，我分享佫較濟吼，你若無參與，就是嘛真拍算無彩啦，吼。啊，所以你若來參與，就有通感受到即個課程，吼。啊，即個課程到今吼，過去是1995年開始，吼，到今已經30年啊，吼。啊，30年的時間會使繼續佇遮辦，一定有伊的價值，吼。啊，所以大家因為迄個上課的時間是拜六，吼。啊，拜六應該是大家攏有用啦，吼。啊，若來報名啊，迄個因為咱即屆大家較想講是愛付迄個1700塊的費用嘛，吼。啊，但是即個費用吼是迄個上低的費用，吼，即個課程吼是1700到2500之間，吼。啊，教會是用上低的價錢，互大家來參與。啊，若是講有迄個全勤，吼，2天攏有上，佫摕500塊的全勤獎金，吼。啊，我是鼓勵大家啦，吼，活到老學到老，吼，像我的媽媽吼，寶兒姊即馬嘛擱咧學，吼，伊即馬咧學白話字，學迄個台語啦，朗讀比賽嘛，吼，伊有參加迄個，伊毋是參加比賽，伊是參加迄個評審，吼，啊，所以就是迄個大家踴躍來參與啦，安尼吼，啊，以上報告，啊，聽了有想要報名，請舉手，好，好，感謝，好。好，今仔日本主日嘿是迄个社福事工的关怀主日，咱请大家为着总会社福事工来关心大道甲奉献。啊，即礼拜因为暑假的关系吼，有夏令营，所以咱的小组今仔日小组暂停，啊后主日呢恢复聚会。好，啊，咱一个好康的小报吼，迄个咱对本主日开始吼，每主日的11点的40到12点40，伫咱1楼的吧台吼，有即个用即个花莲瑞穗迦南教会送互咱的即个咖啡豆啊，来冲泡的咖啡，吼，咱睇下甲试啉看卖啊，吼，啊，但是每一个人是讲浅尝吼，实际安尼吼，尝啊，然后你若感觉好下味吼，通下来支持伊，吼，来支持即个迦南教会的咖啡，来登记。啊，过来呢，咱OK， 咱欢迎吼，有2位先人会籍，吼，转入去咱教会吼。第一个是黄以晴，伊是对台北的景美教会，啊，另外一个是陆正邦，这是青年吼。伊对马来西亚长老会迄个居銮福音堂转进来咱本会，欢迎伊。好，啊，搁续接落来吼，7月到8月这2个月，因为爱餐迄个人员不足吼，啊，所以呢，这2个月会暂停吼。过来后主日是7月13号要举行庆生吼，啊，迄个请看周报吼，啊，若是有迄个第三样，若是有名单需要更正的，请行政干事来做更正。啊，过来就是本主日吼，今仔日下晡7点，伫着控制教室，还有迄个拉米的教2。好，这礼拜讲停，因为夏令营要使用场地。啊 ，OK， 好。咱看周报第2页，好，开始。好，啊咧社区讲座吼，伫7月9号，就是即礼拜3，啊，伫10点到11点有社区讲座。OK， 好，啊，迄个题目加迄个讲师，吼，请大家看。啊，还有迄个这是 Google 的迄个线上会议吼，啊，连结请看周报。啊，过来有要征求生命志工的老师，啊，地点是大有国中加清溪国中的生命教育老师，啊，服侍时间吼是隔周3吼，每礼拜3的隔周吼，下晡7点加4点，啊有这个议员呢，请穆轩总干事还是嘉生长老来洽询。那需要领袖笔记的会友，请伫1楼的中岛来登记，登记到7月13号礼拜为止。过来今仔日有这个2025年的阿卡贝儿童英语品格营今年的主题叫做 Cooking Puzzle。好，今仔日伫华语礼拜要举行车庆礼拜，请关心大道。好，按一下，这有个几分钟的鸦片，好，咱来收花。
这是这2日啦，会营前训的剪辑，所以在青年来到咱教会，接受的训练，然后再来服侍基督。给你让40位志工哈，要来带领80位的小朋友，好，有5天的时间，好，对教会有儿童夏令营。今天的主题是一个厨师，好，做几个投机栽哦，但是是用厨师来传福音哦，好，所以他们来认识食材，认识食安，好，然后认识他们所吃的食物，也来认识赐给我们生命灵粮的上帝啊。所以今年都是让自己的教会青年好来设计的教材、设计的内容和设计的主题，所以咱也继续为着因来关心。如果拜1到拜5，咱伫周间日时有时间，好，买当来到教会，好来看因，来给因鼓励一下，好，咱搁一摆来拍拍来给因加油。最后，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哈，用台语来读，来。主对伊讲，你去，伊是我拣选的器具，要对外邦人、君王、甲以色列人宣扬我的名，速度行端9章15节。主对伊讲，好，搁一届哈，来。主对伊讲，你去，伊是我拣选的器具，要对外邦人、君王、甲以色列人宣扬我的名，速度行端9章15节。咱三甲来吟上言，圣诗390首，无论天地万福本源，伊弥说咱要写大部书就到，先来起立来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痛，信实的感动甲保守，甲恁尽大家参加伫地，互你当出去为主来做见证，向外邦人、向君王、向犹太人来传福音，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阿门。会众请坐。今日礼拜到这，好，咱彼此请安，愿上帝祝咱大家平安。